曾经啊，把古代的行家带来万用的中俄同埋东俄。他呢，开挖于1700年前的唐朝金龙4年，他流过唐宋元明清，流过民国，一直流到20世纪的80年代。你看，这么个副样子，哎，哪个不叫他是行家的龙须沟呢？为了改变杭州美丽的西湖破烂城市这个面貌，为老百姓办实事，从1982年起呢，人民政府啊就做出了重大决策，让中东欧兴盛，这当作是件大好事情了。不过啊，真当要办起来呢，就没介容易的。有的辰光哈，光是一把剃头刀，就可以把一小段历史焕发出新的光芒。但是，现中东欧两岸的居民大动迁，却是绝对没一家耍一把剃头刀噶得心应手的。7300户居民的动迁啊，正当是7300个有趣的故事。我们这里说的呢，这是其中的斯文人家。好嘞。阿根爹爹，哎，好的，好。阿根爹爹，来，看看，好不好？好。大妈说啊，你这把剃头倒是没话也好说的嘞。那回去。就是你这个房子后头这条河港了，这味道是太臭的嘞。阿根爹爹，要不是我们大猫这双脚不方便啊，他真的想上门把你们提了。爸，我刚里还这丝毛嘎多呢。哎呀，你谁看？真当是，来。哎，二毛回来的。哎，回来了，老白子。你可不才正好参加小美比赛的嘞。哎，不要着我的，说个喜字王爷了，10块。哟，二宝回来了。哎，回来了。哎，来吃骨头。我吃骨头。啊。哎呀，花椒回来的，我说蛋刚刚烧好。还好讲你花椒了，我下午啊还有3-4个生意嘞啊。还好。哎，阿嫂，哎，看看哦，吃来吃。有钱有没准备好？准备好的，哎呀。哎，哈娟，三罐这花椒抢什么？哼，走了个胆儿，跟我啰嗦的。哎，还有一张，好，我阿爸，哎，好，买去啊，有空来。奶奶，奶奶，哎，阿爸，这个生意好不啦？今朝回来得介早啊？我搿种娘热事。哦，个天子那你。你的。哎。How are you? What do you do? How old are you? Fine, thank you. And you? 哎，说来。都发过的一个。哎，叫到。关啊在好比天啊上哟。爹爹啊，我烧了我女的粉丝，你吃点好不好？来。好的。好的好。来，围上。爹爹啊，热不热？来，我们来吃点儿。是的，是奶奶那种唱。
到楼高头看电视去了。叫到。哎，阿爸，你不要住新房子啊！阿爸做梦都想住的。妈刚说都去叫门贝尔的，你咋不去了？娘妈他们。中午的午餐烤鸡好不好吃？好吃的。明早想不想阿爸再给你买饼干吃？想你呢。阿爸是桥管儿，这会剃光廊的，搬到新房子啊，天天没得开，阿爸钞票存不到，到啥东西来养活你，养妈？午餐烤鸡没得吃的啊。饼干也买不起。快说快！哪个？啥？你们犯不犯法了啊？人民政府定个牌儿，你们想多了来就多了来的。你这个啥个话语了？我这个人啦，人民政府的嘞。好家妹啊，老实说嘛，哎呀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。你们有的出去，我们马上走光的了，是不是啦？我们大家都是来我养小的嘛。再说我们黑口啊，当了20多年的嘞。这个。对了。介绍不承认你们房子。哎呀，他承认啥事呢？他不承认他说王国基的地图高头没我们这个房子的了。我们也不是个屁，土方生，就无影无踪的，我们就让他承认。总动我出去，总比叫我们困马路去了。困街坊路，困夜路，棒儿不得了。上电视登航报对白来的，各说的，别人的，你们说什么的啦？门板把你们弄完的嘞，上派出所你们去啊？告诉你啊，等白饭不是吃素的哦，对不对？你放心，你放心。我干嘛去陪你？那真的。别走了，那阿姨多好呢。二毛你。哎呀，戴老师，你可说我他两句。这回是去了。小宝宝，我不要等新房子。不要逻辑在的要小心。不要靠我们比比嘛，比比有他自己的想法嘛，对不对啊？比比，都小宝宝我为啥啦？我吃午餐烤鸡爱评估。哦。比比，你都小宝宝我，不要哭的啊！啥个午餐烤鸡啦？啥个评估啦？街道该不来的呢？他不来的嘞。哟来唱戏了啊！来，我先来说道大叔来，我来说道大叔开场。来，你们坐好吧这个啥好的？这哪弄的啊？这眼睛这变2块钱的啊！嫂，叫来。
虎，哎，对，吃老虎，吃老虎。何苦啦，阿姐？他有理的嘞，不从中当马桶。这好菜也不是他猜出来的咯。哎，我有23了外的，你晓不晓得？你阿拉姑少气，你错啊！哼！他斤斤计较的，你当自家臭开当哭个样儿啊？陪你了，我的，你叫我神经！怎么？哎，这死的嘞，这怪怕的嘞，个鸡！我说快坐起看看。哎呀，我听听看。你别喊我，你别怕了。怕了的。哎，他为啥死啦？吃手了哪里？啊？吃手了到哪里？哦。你听。阿弥陀佛，奶奶，观音菩萨，洞天主说拨我一个大套，31厅。菩萨，你老人家到活看，我们管不管你？哎，老头儿同我一家，儿子一家，2个孙女儿一家，想想嘛也管得来。到底新房子哎，阿菊嘛也用不着天天去倒马子的嘞。哎，想想人民政府啊，真当不容易哟。到底要安排介许多动迁户来？哎，阿菊就是强脾气啦，不肯拨，还说要借一个小套，不借呢，硬邦邦不本哎。街道说的不好做定制，做了定制要用大吊车来发吊机，吓都吓死的嘞。阿姐，你咋还加个小套啦？当然要加了，不加我就吵。俺大伯晓得我脾气的。你就是老个小套外婊子，你一个人去自气。哼，一个人住啊，顶好。哎，你也以为我一个人背得享福啊？嗯。也难怪阿娟29岁的嘞，70人的，都叫她大龄青年、老龄小子、老姑娘，难做难听死的嘞。哎，我去看看，你先困啊。有了房子啊，对象就好请的嘞。再说嘛，再说。哦哟，闷都闷死的嘞！阿娟啊，奶奶，你来。哎，立秋都过得来了，这天气我闷得来，人都透不过气来。阿娟啊，你就让奶奶透口气哦。阿娟啊。听奶奶一句话语，千万不要出这个对哦！哦，哎呀，奶奶，对是一定要出的，搿么是啥个意思啦？搿么是动天主救老百姓哎，千年难得一毛机会哎，搿么不省对劲，啥个辰光省对劲啦？阿娟啊，你个对劲省得上啦，当心来一刀啦！政策规定的，一个人嘛7个平方，我们嘛5个人，5×7嘛35。搿么啦，人家照顾我们，拨我们一个大套。这个照顾不照顾啦？不打老虎，吃不到老虎肉，你晓不晓得啦？老虎！哎，
人家背地教你啥东西，你晓不晓得？啥事啦？哎，阿娟，过了年了，你就31岁的嘞，你不结了，奶奶结杀的嘞。你们阿爸啦是个老酒鬼，你们妈呢心肠蛮硬，把你们3个爷儿全部关了，我自己最了得嘞。奶奶不过，哪个来过你们呢？奶奶，我自家不急，你急啥事了？唉，说句老实话，奶奶也71岁的嘞，饭还没有几年好吃的嘞。要是奶奶走的嘞，你们这批人哪个来管你们啊？奶奶，你不要我的了，奶奶。奶奶，你当心哦。哦，哎，这华先生呢？他也在周围呢。哦，大奶奶，哎，还没困啊？是的，是的，天太闷啦。啊，华先生啊，在这位来啊。这人知道了，很忙很忙。门掌柜啊。啊，这位啊。八大奶奶，我想问你点事体。哎，八大奶奶，华先生这个大门大户啦，哎，噶大幢房子分2套吧？啊？哪里哟？我听说就分1个大套。啊？你是个种事体的呀？华先生今朝回来的噶晚呀！我同你说，吴清玉堂最近辣辣搞个新中药，叫啥个新产品。今年啊，一定要请华先生明朝到现场去指导。明朝我要派汽车来接他嘞。哦，辛苦，早点来休息啊！跟我回去困觉的啊！明朝会啊！明朝会，八大奶奶好。啊，明朝会啊！奶奶，华先生了，真当是个老实人了，哎，噶大幢房子，哎，就分1个大套啊！哎呀，我亏是吃得来，可从啊心的嘞。哎呀，小祖宗啊，你就少说2句。哎呀，对。哎，马上死掉他，快点！哎，娃有哪里啊？我你自己贴得到那么灵性的啊？哎，海大伯，说了半天的嘞，哎，你们得考虑实际问题啊！哎，我们要的是具体的方案。蔡医生，你们屋那个阿娟说正当胃吵掉，我是不敢吵哈。叫我啊，我也不敢吵的。吵啥话的呢？一个老干10方饭，吵啥东西哦？哎，哈医生，你不要提到我老干饭哦。搿么叫10方人药。哎，是的。来我呀啦，那我不晓得你是药王的。你啦，老酒少吃点哦。哪个把我吃老虎啦？你们都切记，这小耳朵听听清爽，不加个小套，我们死活不过的。听清爽。哈医生，阿舅个耳聋响了，响啥用场了？哎，响得过他们的喇叭的呀？有啥办法呢？随他去的嘞，我也不懂。他为啥一定要加个小套呢？哎，我去看看哦。来，我去。哎，你回来！哎，你们要体谅政府的困难嘛。政府既然要出钱了，干脆多造点房子不的？哎，各栋办开档不几个最早都开了。就是了。你们晓不晓得啊？一定要多造点房子哎。说得轻巧的啦啊！一个栋办啊，
你们晓不晓得？改造总动物了，足足花了多少？2个亿，2个亿，你们晓不晓得2个亿是多少啊？就是2万万。你干啥去的？哎呦，凭良心说，国贸政府啊，是只能养了本地的哦。好的好的啊，你们大米拉去捏举，我们等着付的嘞。哎，我是去看问问下来的，不对，因为我们个问题新房子。要你去干啥个闹嘛？分到房子啊，你去等。哎，我是等。通知的，通知的。对不起，都是你。哎，哈医生，你儿子哈来的户口迁到单位里去了？哎，再把他迁回来嘛。哎，多一个人就多一眼道理哎。哎，比你们阿娟这个哇啦哇啦叫，用上得多嘞。我好迁了。哎，这我倒不晓得。讲个教唆饭，到你这种人啊，这样做老干嘞。哎，你不要啰嗦啊！哎，我话几句闲话就要走老干的，哎，别搞清一声了。你不要去落我嘛！哎，对，门板儿一份味儿，香酱的倒是蛮丰富的啊。哎，全儿毛几个人了，全是鬼点子多了，哎。全家兄弟的这间木房，违不违章？违章。违不违节呢？啊，违节的。但它毕竟存在了20多年的了，对也好，错也好。总归是客观存在的嘞。哎，问题就来到搿份。那么房副主会决定，全家到底说不说拆迁户啊？那么依你看呢？依我看啊，市政府也介大个决心了，改造总动物。哎，为啥？不就是为了解决河港两边老百姓的实际困难嘛？哎，你我呢，房副主会？让包总指挥部。那么你个人意见呢？我个人的看法嘛，自急自严。我喊他爸，我不听你。啊，哈来的户口。哎，阿娟啊，接他。你们老弟儿不是样样都笨的。阿爸，你是医头晕毛病的。哎，这个皮皮把董切子开了个药房儿，哎，叫董切子头晕啦。这个就是注入民哈来中医生的高明之处。